新动力的比赛现场。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晚为您带来的第2场精彩的拳王争霸赛。这是一场168磅10回合超重量级的 WBC 亚洲洲际金腰带和 WBA 亚洲洲际金腰带2条金腰带的争霸赛。我们首先有请蓝调选手，来自坦桑尼亚选手马达毛果登场。让我们掌声有请红脚选手，来自中国新疆的低调男孩伊夏提艾瓦瓦尔。蓝的选手马达毛果来自坦桑尼亚，1986年4月20号出生，32岁，身高1.77米，臂展1.88米，体重76公斤，职业战绩23胜16负，14次 KO 对手。红脚伊夏提艾利瓦尔曾经荣获 WBO 大中华区金腰带，1993年2月5号出生，25岁，身高1.79米，臂展1.79米，体重76公斤，职业战绩13胜1负，10次 KO。本场比赛边裁汉尼·蓬皮尔泰国，维苏泰国，胡涛中国，台上裁判希尔维斯特来自菲律宾。What you will do? You don't make any foul. You don't make any foul. Don't take no substance. And we make the ball at all times. That's it. Okay, what you will stop. Good luck. 好，观众们，那么接下来您来看到的是今晚的第2场。这是一场 WBA、WBC 2大团体组织双腰带的争夺赛。来自坦桑尼亚的老将马达对阵中国的伊里夏提艾利瓦尔。坦桑尼亚选手是1986年4月20号出生的，已经是32岁了。伊利夏提的近几年啊，应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168磅超重量级这个级别当中，也是成长非常快的一位选手。曾经获得过 WBO 的大中华区的金腰带。93年出生的选手。
果1.77米的身高，臂展达到了1.88米，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身材啊。不过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他来讲，面对伊利夏提的这个重拳啊，这位老将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马达马乌国以前我看过他的一场比赛，这几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可能在坦桑尼亚这样一个国家吧，他的这个训练啊，我觉得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系统。脚下移动也是有点够着打。我这连续的后手还是给了伊利夏提不小的压力的。伊利夏提现在想进来，进不来。马拉马乌国这大抡摆啊，这种拳一旦让他抡上也是很危险的。不压，对，这个地方不压一下，抡上就可以了。等一下，这一拳太冷了。但是我们看一下，裁判现在在读吧。刚才啊没有看清啊，这个马达马乌国是往下蹲了一下，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感觉他没有身体的其他第3点着地。这个针对职业拳击啊，选手挨了重击之后，这回自己主动手扶地了，再次读吧。刚才那个读吧，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刚才对方拳套没有着地，或者说没有跪在地上的话，只是2脚着地，那个读吧是存在争议的。比赛结束了，1个回合之内3次读吧，比赛结束。这个刚才那个重拳啊，确实太狠了，马达马乌国确实无法继续了。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全新会第5期全新动力的比赛。那么。
么这场168磅超重量级10回合 WBC、WBA 亚洲洲际双料金腰带的争夺赛比赛结果如下。本场比赛第1回合2分55秒，红方选手伊利夏提 KO 获胜。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颁奖嘉宾，浦发银行张纪中先生、小明体育的张晓彤先生以及胜利世家李胜先生为我们的双料金腰带冠军得主颁奖。同时有请 WBA 全球副主席 Adam King 和 WBC 亚洲区秘书长丹姆让先生为我们的选手颁发金腰带，有请。好，让我们再次向伊利夏提表示祝贺。